家里金堂店边有消龙香科17庄头17角头24村庄。吐槽王教大殿最后一天恭送王爷回天庭，恭送千岁爷回天庭烧王船，10点半以后就烧龙，要看的要早一点来。正头早上7点多以后就出了。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要等那个王船正中间，那个主桅杆头，要看那导向东西南北哪一方。然后以后3年一科建就跳边，竖立登高的时候就要照那个方向。如果导向东边，现在的方向有点像要导向东边。向东边那以后竖立登高就要在东边竖立登高，以此类推。那个航船的主桅杆航船的主桅杆是撑帆布的那个桅杆，用檜木做的，石料非常坚固所以要烧很久。10点半以后烧，现在已经12点多了。主桅杆都还没有。家里消龙乡之后，隔年就是西港乡，号称台湾第一乡，也有烧王船活动。台南古城的鹿耳门也有活动。鹿耳门圣母庙也有活动，然后麻豆啦、学甲啦、安定等等都有活动。号称南宁5大乡村：西港乡、嘉里乡、学甲乡、麻豆乡，然后还有安定乡，或者是古城鹿耳门乡。安定的也有烧王船，安定、真武宫、长兴宫都有烧王船。还有柳营的也有烧王船，也是在陆地烧的。家里金堂店烧王船也是在陆地烧。西港烧王船是在那个曾文溪畔。在这里烧，古代可能是这个道风内海，的海边后来就汤的烧水变成陆地了。家里靠近道风内海，北边的柳营，西边也是道风内海。